万大军攻打洪州，正是李元帅就应该调戏石家总兵啊！帅正是调戏石家总兵前去抵御敌军，真乃塞外老张，真的他10万骑兵。这江上元子正太敌军，畏惧洪州帅没计，命中报匹马单枪得从才。赢得敌手李率领，只也见证副敌军，兵不成长高级标。可是那兵不上数王庆，那王庆啊，王我垒上困顺阵，儿童他是攻灭敌军。宋王爷怎讲？宋王爷犹豫不决，担心无有挂帅身啊！看来宋王他又向各地求和了。那王庆真是立足泥糊呢，军心尽竭。忠宝，你快去请白阎王口天官实供，催促宋王立即发兵。是。忠宝，这一颗帅印啊，千万不能落在王庆的手中。顺儿遵命。吩咐之中，这颗帅印不落王庆之手，听说又落到我杨家，提起帅印元帅从来是国破亲有家，我怎能为私恨把苦水抛家？此一番要
问道：“好，他们二位孤孙来了，像是当我天不负地水来了。”杨辉呀，宋王他没有立准的决心，我天伯父真有他随意点算。对，是不能让他们随意来点算。杨辉，你就说我在教场练兵，不得眼空，请严君天官多多担待。是。北王开天官，请。女婿可见发源兵，毕竟生人真神英。杨辉，老太君呢？启禀严君天官，太君夫人在教场练兵，不得眼空，还请严君天官多多担待。天官，太君夫人不知道你我前来点水的。杨辉，是请太君。严君啊，既然太君夫人在教场点兵，我们何不去看看操练也成呢？天官，你要看杨府演兵，且待下回再看。事情君请进。严君，看好练兵才能先帅才哦。杨辉带路。起老臣来了，他就是打破天门的魔鬼音。魔鬼音当年勇破天门阵，我灭到了绝红色的挂水人。杨贵，事
请太君，就是本女寇天官丁帅来了。是。那小天主是穆桂英的手下霸将，这一下洪州之围可解了哦。启禀严君天国，太君夫人是不急。不急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严君啊，太君夫人的意思很明白，朝廷一向有你不救，自尊不立，恐叫杨家死伤了多少英雄儿郎。太君夫人她是原文不平哦。这倒也是。天官，此情军情紧急，你我只有2日连璧藏了进去。严君啊，你藏进去能舍得做人他吗？这比如何是好啊？杨辉，你就请升条下来，就是严君，哦不，就是太君夫人召我。对呀，请穆桂英前来接应，但太君夫人就没有话可说了。严君啊，今天这个水可不好跌哦，倒要请教。莫非是中军武传将领？要不从当朝言真为守兵，家里下只听杨贵才亲。以为还不知却望到死里远看见绝望，你是别绝望，上前拜过看公公。看了公公，你儿见礼了。二爷世事大礼，这是老人，这是老人哦。看公公，为儿快速。儿在去往公公请见谢送。二爷这个人啊，真是有英武有讲理哟。不曾看了公公的夸奖。为儿了邦有心定难天经，李元帅列罪难生困苦城，总保为朝来求救，因此上得地道铁布杨府，要起两将军铁兵。不知此番辽邦人民何人为帅？神说是辽邦二王小天主，神算是那小天主。嗨，小天主这个败将啊，真是骁勇无比。像李有山这样好的妇女，都被他围困在洪州城下。看来我大叔上似乎有能人是他的敌手了哦。小天主，莫把你杀不死的翻车，你百姓起义有万金，大胆喷入洪州城，杀死我桂英这把兵临平战里，小天主就莫用情。严君啊，二爷一个人是也是女在讲些什么啊？他在想当年打破铁门阵之事哦。哦，铁门阵这一仗恶作我道听途说，就是没有听二爷亲口讲过，今日不妨讲讲我们听听喽。天官，你我还有正事，怎么谈起也是来了？
真是要待一时才办得了正事呢。对，哎，婉儿啦，你公公既然要听，你就讲讲嘛。有个讲啊，那是请郡王公公是谁？哦，是你什么人呀？像你儿乃是副将，空降到高兴之处，免不了要随府做到，也可冒犯了郡王与柯公公。好，婉儿不必拘礼，郡王是你满身无罪。那我也请讲哦。遵命。儿臣把话禀郡王公公听，第七禀了事，分在但遵进那。进四方，安排定马伯色彩承恩忠心，公公明目公头人，两军得来厮杀尽，杀得那众标兵为可浪豪纷纷劳命。我破了他铁门，一把大汉把疼。好，他马特到中军帐，二爷才到小铁所的中军保障，王夫人到达中军保障，只见顺策一路兵来，一员莽将当出了会儿的马头。他是哪一个？二大的小日记杀气凌人，莫非却是二王小铁柱？真是小铁柱！只见他头戴乌有块身披乌牛甲，胯下乌坠马，手掌托天叉，眼似铜铃，面似喷，身高长于色精神狠，你儿不怕色凶狠，走马叫转。杀得那尘烟滚滚，天意昏昏，难分难解难决生。那后来呢？是儿心生一计，我假扮下嗯臣，那时不知是假，紧紧在滚。只见马头连着马尾，那是吹出元帅迎在赵天儿的脑后挡来。哎呀！是儿闻听风声在响，急忙把头一偏，独孤此人，翻身得热骨身，我是为首一才。好，只当得那小天主报恩图说，此传儿讨厌。二爷真是好威风，好杀气哟！当时门生将官我以4句言语称赞你儿你，有也是称赞于你。天主拜天门一月困送兵，是儿当出后怎么样啊？他怕我到时间
好。既然小天主是最怕侯爷，那侯爷就该两次出征，再杀出人呐。啊，公公，这是儿当年之事，如今嘛，我老了，不能带兵当仗了。你老了，不能带兵当仗了。哎呀，侯爷啊，那么我朝之中还有哪个年轻人可以领兵当仗呢？是啊，这朝中之事，你儿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听侯爷讲了白天当仗的故事，哈，我这个老口真也当过几个大仗。也来说句侯爷听听咯。你也当过仗？当过。怎么你儿虽没有听人说过你？哎呀，你是我朝的老人，说的是老兵了的故事，我乃是新兵了，你当然不知道喽。新兵了？啊，郡王，我朝之中还有新兵了之事。有新兵了，有新兵了。好嘛，公公，那你是讲嘛？你听嘛。听了帮新兵6万斤，杨六郎都杀3关女的精，老夫爷俩这边听。啊，公公，你还当过1、2关？当过。怎么你儿从来是没有听人说过你是我朝的老人，怎么会听人说起呢？恰逢两军阵交阵，见了营一将实有门，杀得我宋兵乱纷纷，乱纷纷。这一仗我们宋军是当败了。当罢了啊！当败了又怎么样啊？忽然，从我军后营窜出了一个女将，只见她头戴凤翅盔，身穿蓝人甲，胯下桃花马，手提小龙刀。啊，公公，这个女将她是谁呀？你不要打错，听我说下去嘛。这个女将一见小天主神势凶恶，先吃了一惊。哎，公公，怎么这新兵了也有小天主啊？小天主那是了不得名将，怎么少得了他呢？你不要打错，听我说下去嘛。在战场上杀了数十个回合，我军女将难以取胜，他拉着马头便跑，小天主便紧紧追赶，眼看马头连日马面，小天主便取出人手人才，朝我女将军背后打来。哎呀！实日子哪是怕我女将军躲避不及，被他打得抱恩吐血，落荒而逃。哎，公公，这个女将她究竟是谁呀？还有哪个？就是侯爷你呀？是你。哎，公公，像先犯病了之事，是你儿在当小天主啊？我亲眼看见小天主在当你呢。分明是我的这个手当的那小天主抱恩吐血，刺穿而逃，怎么这是他在当我呢？公公，你老了，一定是看错了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还亲眼看见你挨了打，还在夜里白天的，哎呦呦呦，连宋英都不好意思为我。我还在眼里鼻涕的，连宋英都不好意思为嘛？哎呀，公公，你这样说，哪一个肯信嘛？不信，当时某人将士还有司机也是讥讽于你，有何言是讥讽于我？侯爷请听，天主白天门已有困宋兵，是从他打你。怎么样啊？你怕他到死尽哦！
父亲再看我愚臣你为什么小铁柱？而即刻令用兵奔赴边庭，王举王太保准我儿所害因，不杀那小天祖，我死不回京。不回应，谁碰元帅因我气色难平，此番洪罪去我庭把天祖请。公公，请啊！请我做什么啊？请与我一同去西征，看一看谁输谁赢。今天你记忆，结果在元帅营那小铁柱啊，当然是你手下的大将何作嘞？做了他的这将子之了。哎呀，公公，哎呀，这娃，你说到兵我去接应，这娃慢，那一股才天波风传了将令。老太君，下官这厢有礼了。不偏万里。老太君，我们奉了守望之意，带来与老太君商量定帅之事。哎，你们就是奉了旨意，我这里也负有将才嘛。no，穆桂英就是大大的将人，他已经进了水营了。严君啊，宋王他亲信王亲，一贯自仗你何？何必让我杨家又去出征你？太君，那王亲是自出席酒，岂是江水之贼？王太君以国事为重哦。正是以国事为重，才死了我多少杨家儿郎。可是到头来，只换得一张缺少的泥后之书。此事难怪太君问心，老贼也有些担心哦。是王此者以下决心，王太君夫人放心。严君，你愿做担保？愿做担保。好，是此，这就以老臣一切踏实。请讲。此番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苦准之时，朝廷再不得下旨议后。倘若宋王他听信谗言，我归隐而死，江山外军民有所不受。这理该如此。严君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老天官，你都听见了。嗯，江在外，军民有所不受。归隐而做梦，天国佛教育儿一子，他宁愿我儿为国家再立死训。来，此去解决红罪人，不必儿当年破天门。你今身挂元帅印，引兵不成须精神，你偏离金币有罪为我国团我民。
见过，老曾要为桂英儿准备启程之事，甚悲凉。太君夫人，请送走喽。二爷，军情紧急，速到教场点兵。要儿点兵啊！是因我一件大事。哪一件？啊，公公，你要知道，你儿是初次挂帅，一定要选一个能征官转所写的人的县印官。哎呀呀，这样的县印官到哪里去找啊？要是没有，我便不去。好，元帅放心，一定给你一个合心合意的县印官。真的？好，那我就去了。老天官从来是知人，算万神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挑一个县印官，叫你有戏哎呀，老天官啊，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合心合意的县印官啊？有一个载载野人的县印官才，哪一个？元帅县印不到，本帅初次点兵，县印不到。元帅向来发兵常作，县印披挂不绝，烦望元帅宽点一忙。旗鼓从点，是。旗鼓从点。谢二印有，左右印有，上枪断刀手有，安排勾连手有，起功一两官有，私人地理官有，万象有，县印不到，县印不到。用红旗大领条，是，算县印，算县印。耳听转县印单张新又进辕门下问登报，县印金大营见过元帅传，本帅初次点兵，你因我不到，别家来指望元帅私财，见了本帅怎么不让面呢？有才不管，死里服才谢。退下。杨少爷请坐，有座。我今日点兵，你怎么就来迟啊？为的是要去别家吗？别家？你别的什么家？谁是别的你呀？别我？哎呀，杨少爷，我当了元帅，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谁是不知道哦？不知道嘛，就该问问家里的人呐。我去问哪个呀？刚接过先锋营，你那蔡军鼓就咚咚咚地响了起来，我连披挂都来不及，哪还有时间去问人呢？这样说来，倒还是我的错。当然是你的错啊！你既然要去帅印，谁该与我商量一下，才是你的道理哟。哎呀，夫妻面都未为，你叫我到哪里去找你商量啊？这是去往柯公公辜负演讲，洪州被困失去，若不造发大兵，只怕要负军国大事。这个我比你明白，你明白最好。你这只金瓜帅可知萧天做他？萧天做怎样？他是我手下的把将，我此去难道还怕他不成？吃饭的萧天柱可不比闲饭的萧天柱啊！今
色的穆桂英也比不得王色的穆桂英。你不要太自夸了，你未免太胆小了。我杨宗保岂是那胆小之人？我穆桂英虽有私心之心。你呀，你就只可率引我实实的替你担心我。兄有振作，你替我担忧何来？我罪你负你射尽，这乃不是统帅之责。此番前往洪州一旦掩护军机，只怕颠覆我杨家昔日的威名。这样说来，我还不配当元帅，怕颠覆你杨家昔日的威名。杨少爷，你未免太小量神了。我就是量得着你，我说你就是量不着，量得着，量不着，量不着，量得着。掀翻天门城，我又是怎样把它破了的呢？这个哪个？掀翻打破天门阵，乃是我家吴伯父调遣有方，你不过一时骄淫而生，这哪能算得是你的才智啊？你量我夫妻，此番去望于柯公公，为何要挂我为帅？有没有挂你为帅呢？这个。哪个？这是你的运气好，嘿嘿，你这元帅能胜得过我这老谢英不成呐？呵呵，胜不胜得过你，到两军阵前再看分晓。宽与不宽，总之我不能在你名下厮杀。哎呀！九王啊九王，你只要挂儿的元帅嘛，谁不该挂他的先营？我们夫妻相称，哎呀，你叫我怎样迎宾啊？哎，九王啊九王，你只要第二的先营，谁不该挂他的元帅嘛？叫我听他的调遣，真是难受哟。先营官，莫元帅，好。我们四境多结了姻亲，这个哪个惨不抵挡？万事请啊，请来做甚呐？请来与本帅共议军情，我们才好领兵出阵。这军情大事，我元帅永在大量，你自己做主张好了。咦，我请领你军情，你都不去？看他这个样儿，也太狂妄自大了。要是任他一无影，岂不欲为我引军将领？这，我倒要接他一个厉害。先营官，我元帅，你的架子可不要对得太高了。我是他山的架子，越对越高啊！你嘴巴不要那样昂长。我是八王的贡越拉越昂。你这个架子到底与人差得了不？我得对一宽呐，这营中要超过架子的人，恐怕还没有出事呢。旗鼓参队，哎。传先营，传先营，传。王力不是铁车营去旗鼓冲穿。哦，胜了，真了。报，先营告军，上是元帅，下是先营，先营见过元帅，传。跪下，跪。哦，好嘛，跪就跪嘛。先营听令，得令，先营开路，得令。
你去为元帅，你助我把兵牌，自己做主宰，何必为我呢？此去杀专败天下是谁哉？杨家威名才，不胜不归。来，他虽有将心，倒是有杀蛇之勇，神策之志。令下有大军不分昼夜，策发洪灾。求那小天主这次拿阵，与我来攻出兵。是。元帅是等着你，快进去吧。哎，你可要小心了。见过元帅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此人与那小天主这子交准去来。哟，看新营官自气昂酸的，像是把小天主请下了。来呀，把小天主绑上来。慢了慢了。哪有这样容易就把小天主给拿下了啊？这样说来，你是当牌了。我在老仙爷又在哪里当过好多把仗啊？既没有牌，又没有身，两家扯和了。啊，两家以为走的，哪有议和之理？那你是怎样为来的？我元帅，你想想嘛，小天主带的人马多，我带的人马少。他在过几个把过几路，年年闹闹就把我这谢英国送回来了。这样说来，你是当牌了，送回来的。我来问你，此番这尊国王有本帅的将领，你为这英军路上，我到哪里去讨将领啊？大胆！英军路上曾下令，不准算是去交兵，满身你此去当牌人，总算是。怎样？任君发言，当要分战赢。你要战？我不是临阵为所举的兵，我不是团攻督上为风声的军讨准应车阵。莫元帅，你战不了我这个老仙英，他此次情事我莫归应，有那不仙英兵官，官司此
请起，本帅照准受事。将县尹放了。是。穆桂英，你为什么不斩？你为什么不杀？两个也不滚！死人可少，我才难免。愿我吐下去，这当四十军棍。是。元帅，喜迎请元帅言上。此天还乡来通禀，是县尹在请我去年伤痕，这当他我心中万事不慎，不知当谁神仙真不善君。怪只怪他不该回江陵，常言道不能真机，也能真神。我这年上下委屈，把他慰问。杨少爷，万喜呀，一他你全真夫君，我的身份少爷，你的伤痕该不要紧。方才了你的身痛在我的心。
人将我请，我出身三里红将领，我难道为与元帅将把公正？去开地反正我死人军棍，杀金佛莫元帅军纪严明。心高气傲是他的天性。门内户内察心情去调停。杨少爷，你太省心，你今算为私事去交兵，并非我小视你父杀的本领，这一桩关系差，国家城邦和千万生灵。我们大军刚到三关口，怎能没算谁出兵？你总算立志要保护这家人，并说起你手册转为先犯分，方才这一桩收拾教训，父朝啊怎能够千里敌军？你我是夫妻，当知心情。常言道，夫妻无莫家道行，更何况这是与天国才教成人作传，首先要将帅一心。倘算是你挂帅印，我奉命令来做先人，我也是神意气不听令，难道是你待我也知我是情因？你想一想，洪州百姓举遭围困，日夜行进，在盼救兵。我非借地形与父调度，怎能够破得洪州？可敌自身，老祖母灵应是一再叮咛，帮我们一鼓作气，可有真诚？你的妻不要你单独出城，
下令兵出征，我只怕你误了大事，我是又怕你吃两亏，我是怎样的担心你呀？对呀，对呀，望你起初挂帅，当你为心，不为心也怎能调度三军？想不到你偏偏神心神心，难为我倒是你不是坏人。你想，你这样对我，该呀万事不该，对呀万事不对。使君既解不了红烛为困，更莫使不顾土西不是家恨。无辜家无名，岂不也颠覆了我杨家为名？你本是将门子，我虽不是多人，你思一思，想一想，促成何甚？为引起测试非夫，同真情，一心望与好比，敌我官兵，羞愧难当，回眸尽，愿中报傲慢四大天，人心。我不该把将帅名分当夫妻心，我不该违反军纪私策兵，沙场举身靠主帅领。
大宋皇帝诏曰：请节节报，真心诚喜。有道是穷寇莫灾，咱莫桂英立即办事为朝，请示谢恩。元帅，将这位军民有所不遂。将这位军民有所不遂。元帅，元帅。宋皇帝诏曰：莫爱卿出使周前，实为劳苦功高，但遍地风华万亿，莫临为上。既然并不是老王亲为你有事，预料过你的名誉永续何好？咱莫爱卿接着办事为朝，请赐谢恩。升天后接旨呢？王大人，你身为兵部之官，这个活是给你的吗？我杨家当了省长，为什么还要你我？你说，这是圣上的旨意，下官这是奉旨啊！杨先锋，在与我兵法有责。对，好。穆桂英，你光抗旨！圣旨下，圣天后穆桂英接旨。万岁！大宋皇帝诏曰：朕数次下诏，咱穆爱卿办事，至今未见一兵一则犯禁。朝野内外谣言纷传，道爱卿有不仁之心。忠报！朕素知杨家莫名忠良，从未有事公倨傲之人。请凭了公告，朕适当封赏。望卿接旨后立即办事，一并要错，请赐谢恩。想不到我杨家竟落得个怪异的罪名。我将沙场平世罪，文官朝廷龙卷命。宋王言不惜疆土遭人亡，18年不是岁，今日里沙场生兵苦苦，御用恰眼睁睁，不大好转起副东雷。我杨家3代将心吊命，为贼上恰落得过拆弹中心。可记得边关高
义的财民为何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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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隐中吧。你们哪里知道，啥不是你寇老公公以身家性命担保？老太君，哪里有你们说话的地方？老太君，寇公公，中吧。杨家为抗击辽邦收复燕云16州，以死伤退朝。从今以后，实负你在保佑朝廷。老太君请老天官退向朝廷，教化他意。我杨家修此，告老还乡。老子龙，老太君，灿灿望金鹰，耿耿将军心，今生死应去，死应去，千去共财。千秋不遂，二人死有兵死。千去共财谁与平？皇上有旨，边关告捷，今日在交上庇护得水，救援边关。皇上有旨，边关告捷，交上庇护得水。少正一马3节，3马7节，李凤成3马8节，华人3马9节。西周燕军正第二子王伦赛马拒接拒接接住，这啥应该是我儿王伦的了啊！叶中带兵必捷，也能受得帅印。帅子必服。是，以我有旨，交上庇护。
一句，我儿王仁18门5年节节接近，这啥应该是我儿王仁的了啊！留下水银。我皇来的夜宵是经过轰动教长，还把轰了下去。妈，你这小孩子有话说。三马九剑不知为计，且看我的凤凰踏桥自己。看这些，这才金钱银。孩子见剑中挂线，金线落地。严君啊，好一个凤凰的条子姐哦！教长比武岂有小子无能，还把轰了下去。慢，王大人，朝廷比武点赛，原为的是不拘一格，录取人才。小小年纪有这般武艺，此乃是国家之大幸，真是无奈呢。比武点赛岂是儿戏哟？谁的金剑落地，原不是儿戏哟。哼！何方来的是臭小子？既中进去，何作为计？可怪于我死别无你！哼！逼，小逼！哼！嗨嗨嗨！嘿嘿嘿！严君，这位小将还未成年哦。潘天官，教长比武杀死人不偿命，这是历来的规矩嘛。哎呀！与我罢了，与我杀了！且慢，王大人，刚才你不是说过，教场比武杀死人不偿命，是历来的规矩吗？难道我儿就死在他手中不成？王大人，教场之上还敢听阎王切山作主哦！燕军，这小子一来就轰闹教上，一脚手便杀死我儿王仁，看来顶上有人怕钱。王大人，你且坐下，待本女问来。二位小将，心神明在，是哪一家的子弟呀？夸夸这与八千岁知道。天岁，不对，北爷爷胡三王，还北爷爷杨继义生称进到领功郎，说他竟是我曾祖父，上天会莫归阴，四海列天阳。我叫杨金花，我是杨文华。
位小将，你们是何里得是此一身妇女呀？大千岁听禀，我杨家自从高老河东郡，老祖宗日夜操劳苦练兵，我兄妹是与不知西沙路，恰爱在练武场上都成婚，10年混水流成河。邻居了18般兵器，节前进。你们是何又到边境来了？听得了报2万万遍，老祖宗特地为我们兄妹2人打听消息来了。老太就知道2万万遍，放心不下。这名小先生特听消息来了哦。什么放心不下？分明是到边境查事来了，边军。他们还没有讲完呢，你们快往下讲。大千岁，想当年爷爷上往公园镇，我的娘常着吃着聚龙亭，老杨会上古今乱点，杨排风也曾受君恩。是今日杨家高老为援军，我兄妹送礼到过边境城，要我们聚龙门外追一程。快杨家一代更替，一代生。也就老太舅的意思明白吧？他要文广兄妹保佑朝廷，放兄妹2人在交上得了亏损，这个元帅英们，提官说的也是。燕军，你问来问去，经不过所以见他不成。交上必负，文广得了亏损，这虎头鹰就该是文广的了。他杀了我的儿子，我定要他丧命啊！王大人，朝廷有国法，必无有规矩。你身为当朝大人，尽管当着普天下英雄之面，论了我大宋朝的烈力。难道我儿就不把死在他手中不成？王大人，杀是一个事实，你心里明白。杨家死的人比你王家多得多，穿得多，更是远得多。他们想惹上名气啊！提官说得有理，至于你儿亡人，待本女择命所亡，予以合葬便了。文广进化，盗票亡人，死你无罪。大燕军，你今年过4层面关小子瓜说不成？燕军，文广30年有，尚有升天后莫会应承。对呀，文广进化，丰年默默归因为正了牛孙，你兄妹2人为马前协议。
去了天家一身轻，结下了专军我罗林，倒不是玉玉灵仙女万金，父母子女老天人。儿啊，祖母命你们兄妹进京，吞听的朝中之事是何？娘，你们少做大事吧。哥哥，启明，墓地里有件虎头鹰，是真是假，难辨认。娘，这是真的虎头精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呀，是真的。想当初，大战中兵力英军领我走马就捎带洪州人，统帅营是听得当年隐隐转过身，统帅营有成绩，千军万马杀敌人。看帅营金光灿灿，未必成。看帅营不与我，大官重生，挂帅营落得过满门挂叹凋零，挂帅营不得过，一腔热血化灰尘，今生又见这黄金银我是今是喜，是悲是恨，难辨与真。娘，娘，你怎么困呆了？儿啊，这虎头精英你是哪里来的？娘，这一辽帮小天主侵犯我边境，把阎王在轿上比武宣誓，是儿下的轿上监察军械，你儿说的金剑落地，还有刀劈王伦，把钱财拨家财于我，凡是想着糟糠帅营，娘叫你挂帅正了去你是个好的，嘿，我本来就是个好的嘛。你
与我进前来。哎呀，公公！命你团子去边境，谁叫你教堂去把是非生？你一刀劈死小黄人，回家万讨元帅英。你是村里官年纪小，谁替你挂帅去领兵？你想奴才，叫杨贵快把奴才困。少夫人，快用我把这奴才困了！是。哦，少夫人，如今我是困不成小少爷喽。拿来，拿来呀！奴才，你刀劈亡人，他来了，招讨帅印，这晚了得！得为娘将你绑上殿去晚宴请才。娘，我下次不管了，你少量我吧。娘，我下次不管，你少量我吧。好，为娘不困你了。娘，你真的不困我了？娘，你骗我！为娘真的不困你了，快来拜过帅印，我们才好一同领兵出征。娘，你真的不困我了？哎，谁为娘请才到边境？儿郎，这帅印你，这还不呈上来？是。启禀老太君，白阎王看天官，请受东下圣旨来了。燕君，天官，杨辉啊，打开正门，参见。是，打开正门，有请白阎王看天官。老太君，燕君啊，老太君，老天可见君王，开公公，升天，老太君啊，这20年的岁月，真是难为你与升天了。好了，来，宋王有圣旨在此，请来接旨。燕君啊，这圣旨嘛，不妥也罢。帅印在此，
请求王与寇公公代为平津，甚于送往。为儿啊，你是一向以国事为重的哟。本一自称怎堪社旦为国分忧？双已经会我，在这道生之中，他生是责备你。去王，儿从夏家归田，这20余年来，从未再夸表爱。儿纵有报国之心，也义无报国之力了。神头这就不得了，也叫我老夫也是河东境界，就闻听的私下里尊重纷纷。尊重什么？尊重铁伯父报道不牢，杨家将牢记福利，志在千里哟。这是河东父老的一番美意。既是河东父老一番美意，也是天下百姓们一片希望父老们是杨家为国一门做，团圆归田自报兄，你们世间交战进草连，到夜来又下把兵士中，父老们是身天儿真英勇，不必苦思连山东。这不过是把钱3月而已。四重边关顺风虎，杨府跟山寨早相拥。湖东地此不变，早相拥草连，为的是保护家乡。父老们是老太君，亲自督朝不是老，升天你是文姬起舞，心肠勇，都市里马圈插仗对重重，一声令下把兵图。乡亲心连国中，这是他们想当算而已。乡亲尽烈国中，那天下的老百姓呢？老百姓，沈天后，你可知道，那天文光兄妹在教场比武得快的情景吗？那一天比武结束，小兄妹马上得快，这私下里浑身真来，都是为有见杨家出江在我。春夜纷纷金晨光，满街正是杨文光。朝
我老夫向河东过来，一路上百姓们盼望杨家东山再起的心情呐。他们知道也就我老夫前来河东，从今日开始5里一层，10里一地，他们父老已有顺乡插种，为女大宝，百姓们再办口手，一定要严重我老夫，把杨家家请出山来。他们是千万百姓的生死安危，结基于升天后你的身上了啊！升天后啊！你不念老君王奔波千里，你不念我老口人诚心一片，你须念天下百姓很殷勤，你须念他好生早为敬，有道是我家兴旺匹夫真升天啊！你身为大将，乃是妻。升天后，你再抬头看一看阎王、太君，还有我这个老口人。大发苍苍一模太子女也用归还。
是显威风。穆桂英53岁欲出征，独自为安王城准表进。宋王爷传下旨，他交让比武的帅印。我的儿一马三金谁得真？我的小女儿，她的剑法高，剑才惊现落彩针。那王人一剑起不分，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。飞杀32兵2人，他却一刀劈死小黄人。老九王才叫上把我儿来问，我的儿满红不辞，看图真狠心。他是他杨凌公本是他先生，他是忠保的儿子，燕赵的神。他越过曾祖母锁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老九王听说他是娘家儿，不家才反击元帅营。老太君为国要心中，命我挂帅去拼杀人。我们一不为官，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上我忠立命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，谁是四个报朝臣。莫桂英53岁不老，不必迷车人，不为隐瞒。得手惊人把教场进，传奇元帅军中里邻里聚财行，此一番去到两军城。娘是元帅儿先宁，你太平要自动亲兄弟，听儿军令杀车人，叫你转你就转，我叫你转你须无应。娘，孩儿生来英雄胆，谁怕二王小车人？孩儿要匹马带枪杀到边境，我一人当扛。千万大胆，小奴才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听军令把一起称，今日里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真神神。谢营官，此番跌了你谢意，英军当场你怎不起？为父我当年也就必心真爱顾你娘亲40棍，他
你不是三尊洞的杨宗保，我不是破天门的莫氏归隐。凭理什么去赴古城？我们老夫老妻要兵马营。定啊营把边疆定，老